好，来继续来看南投鹿谷乡农会辅导的公行国小的实农教育，参加推广教育树建作业组的竞赛，以3D 草木塔为主题，摕到冠军。这嘛是公行国小所摕到的第7个冠军了。 公行国小已经实施实农教育几啊年，即摆以3D 草木塔做主题，参加南投县推广教育竞赛，得到第1名。做在平地上的草莓比较容易受到虫害跟病害的影响，然后做这个草莓塔就是可以减少我们肥料的损失啊，然后还有浇水的那个浪费。 3D 草木塔对制作美化国家压肥是经过老师和学生不断研究的成果，真适合摕来美化环境。 准备比赛的期间，我们也努力了很多，然后每天都练到很晚这样。我用3D 立体塔来种植的话，会比较省空间，而且它需要水土肥料都比较少，很适合小家庭用。 校方希望未来当甲3D 草木塔当作鹿谷乡的特色来发展，变作乌龙茶以外的农特产品。观众朋友，有一件事情不知道你们做了吗？那就是赶快来订阅我们的 CH52华视的频道，而且记得哦，一定要帮我们分享、按赞，还要开启小铃铛。